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收睇粵語頭條，我係主播 Coco。炸裂6折賣樓，引發軒然大波，央企令到南京嘅老業主蝕到窿，一場冇贏家嘅價格戰。近日房地產市場嘅一則重磅消息，就好似一粒巨石投入咗平靜嘅湖面，激起咗千層浪。中海地產喺南京嘅3個項目直接打出6折賣樓嘅驚人折扣。呢個舉措瞬間令到老業主陷入咗崩潰嘅邊緣，一場圍繞住樓價嘅價格戰就此拉開帷幕。但係呢場戰爭好似冇真正嘅贏家。近日中海地產喺南京嘅3個項目降價嘅消息迅速傳開，直接喺南京樓市引發咗軒然大波。嗰啲啱啱買咗樓冇幾耐嘅老業主，好似一夜之間由天堂跌咗落地獄。有業主啱啱攞到新樓嘅鎖匙，都仲未嚟得切享受喬遷之喜，就發現自己已經蝕咗150萬，巨大嘅落差令到佢哋無法接受，激氣同無奈交織喺埋一齊。於是部分業主喺小區門口拉起咗橫幅維權，情緒激動者甚至塞住門唔俾中介帶客睇樓，現場氣氛一度十分緊張。呢啲場面仲刺激過拍電視劇，亦都引起咗社會各界嘅廣泛關注，就連政府都驚動咗，相關部門迅速介入了解情況。但係你以為呢個只係個例咩？其實如果唔係，呢背後折射出嚟嘅係成個房地產行業正面臨緊嘅至暗時刻。曾經風光無限嘅房地產市場，而家正經歷緊前所未有嘅寒冬。先嚟睇下中海今次降價嘅力度究竟有幾大？以南京江北核心區嘅中海觀光悅為例，2022年開盤嘅時候，其價格高達36000每平方米，喺當時都算係該區域嘅熱門樓盤，吸引咗唔少嘅買樓人。但係而家價格直接降到23000每平方米，相當於直接打咗個6折。呢個意味住啲乜嘢呢？對於一套142平方米嘅房屋嚟講，總價直接縮水近200萬。原本嘅首期可能因為樓價嘅暴跌而直接冇咗。嗰啲辛苦儲首期、孭住沉重房貸壓力嘅業主，又點會唔心急如焚呢？再嚟睇下江寧區嘅中海和山項目，情況更為嚴峻。該項目嘅地價去到15000每平方米，再加埋建築成本、營銷成本等各項開支，成本遠遠不止於此。但而家房屋只賣17000每平方米，連起樓嘅成本都唔夠，呢個簡直就係割肉自殺式嘅降價。發展商為咗回籠資金，不惜犧牲利潤，睇得出其資金壓力之大。最慘嘅當屬嗰啲啱啱買咗樓嘅業主。有位業主舊年6月份啱啱以26000每平方米嘅價格買入咗一層樓，開開心心咁期待住未來嘅美好生活。結果5月12號啱啱簽埋合同，第二日單價就降到咗24000，短短一日時間，直接就蝕咗20幾萬。呢20幾萬對於普通家庭嚟講唔係一筆小數目，可能係佢哋多年嘅積蓄，亦都有可能係為咗買樓而四處籌借嘅資金。仲有位業主2022年嘅時候使咗400萬買返嚟嘅房屋，本來以為買到咗套增值保值嘅資產，冇諗到而家市值只剩返250萬，直接就蝕咗一部波子。咁大嘅損失令到業主痛心疾首，但係又無可奈何。中海降價嘅影響仲不止於此，周邊二手樓市場直接被爆頭。以觀江悅隔離嘅二手樓為例，掛牌價由之前嘅28000每平方米一路跌到咗24000。但就算係咁樣，都仲係冇人願意買，因為新樓價格比二手樓仲平，買樓人自然更加傾向於購買新樓。二手樓市場陷入咗有價冇市嘅尷尬境地，業主心急都冇用。中海嘅呢波操作並非偶然，而係成個南京樓市嘅一個縮影。而家南京幾乎所有嘅發展商都喺度降價促銷，試圖喺呢場寒冬之中求得一線生機。華潤觀雲潤府89平方米嘅3房，由之前嘅300萬降到270萬。國貿景園降價更加直接逼到老業主爬樓頂維權，現場情況十分之驚險。就連河西嘅豪宅亦都撐唔住，指揮時代廣場由300萬降到200萬，直接打6.7折。曾經嘅高端樓盤而家亦都加入咗降價大軍。咁點解房企會咁心急降價嘅呢？歸根到底就係因為等錢使。中海喺南京嘅呢3個項目都係2022年攞嘅地，到而家已經3年，開發率仲唔到50%。以觀江悅為例，
該項目一共有1300幾套房屋，而家仲剩返500幾套未賣出。觀文欄1904套，亦都只係賣咗666套。呢啲房屋每拖多一日，資金成本就好似滾雪球咁樣不斷增加。發展商唔單止要支付土地出讓金、建築成本，仲要承擔銀行嘅貸款利息、員工嘅人工等各項開支。喺銷售不暢嘅情況之下，資金壓力可想而知。更加攞命嘅係，南京3月份取消限售政策之後，二手樓掛牌量激增，好多區域嘅二手樓價格仲平過新樓，直接將新樓市場撳喺地下摩擦。本來諗住買新樓嘅人睇到二手樓價格咁平，紛紛轉向二手樓市場，導致新樓市場更加冷清。照理講，南京今年3月份推出嘅房7條政策亦都算給力，包括取消限售、降低首期、公積金支持等措施，旨在刺激房地產市場回暖。但係結果呢？4月份新樓成交量環比暴跌1成8，樓價再次下跌0.4%。點解今次政策失靈啦？因為而家買樓嘅人都唔係傻仔，佢哋都喺度觀望，等待樓價進一步下跌，都想抄底買樓。呢啲觀望情緒喺買樓人當中蔓延，使得房地產市場陷入咗惡性循環。更加尷尬嘅係，南京嘅以舊換新政策亦都搞禍咗。雖然政府攞出咗1億補貼，鼓勵業主賣出舊屋換購新樓，但二手樓根本就賣唔喐。好多業主想置換新樓，但係舊屋掛半年都冇人睺，最後唯有降價30%大平賣。有位業主喺仙林湖有一套120平方米嘅房屋，原本掛牌400萬，而家降到280萬都仲係冇人買，直接就蝕咗一部寶馬 X5。呢個對於業主嚟講，無疑係一場巨大嘅災難。而家嘅南京樓市就好似一個絞肉機咁，發展商同業主都喺度互相傷害。發展商為咗回籠資金，不得不降價促銷，但係降價又引發咗老業主嘅不滿同維權。老業主因為樓價暴跌，資產大幅縮水，生活陷入困境；而買樓人就陷入咗觀望，唔敢輕易出手。咁對於買樓人嚟講，而家究竟應唔應該出手買樓呢？呢度俾3個建議大家。第一，核心區優先，遠郊慎入。南京而家樓市分化嚴重，河西、江北核心區嘅房屋雖然亦都喺度降價，但係保值性都仲係強於遠郊。呢啲區域嘅配套設施完善，交通便利，教育資源豐富，吸引咗大量買樓人嘅關注。就算樓價下跌，跌幅亦都相對較細，未來仲有一定嘅升值空間。而好似江陵、溧水呢啲地方，樓價已經跌返到2016年嘅水準，而且去化週期超過18個月，庫存積壓嚴重，未來可能仲會跌。買樓人如果選擇喺呢啲區域買樓嘅話，可能會面臨資產進一步貶值嘅風險。第二，現樓為王，期房慎選。而家房企爆雷太多，期房風險太大。中海今次降價嘅都係現樓，至少可以保證交貨。買現樓可以實地查睇房屋質量、小區環境等等，避免咗期房可能存在嘅爛尾風險。反觀一啲期房項目，發展商資金鏈斷裂，工地停工，買咗就等於凍過水。買樓人嘅血汗錢可能會付諸東流。咁樣嘅例子喺房地產市場並唔少見。第三，關注產品力，遠離同質化。而家南京新樓競爭激烈，只有好房屋先至賣得喐。譬如中海嘅6633體系，解決咗漏水、隔音、收納等痛點問題，提升咗居住嘅舒適度。華潤嘅夾膠中空玻璃，將噪音降到35分貝以下，為業主營造咗一個安靜嘅居住環境。呢啲房屋雖然貴咗啲，但未來保值性更強。喺買樓嘅時候，唔可以淨係睇住個價格，更加要關注房屋嘅品質同配套設施。中海今次降價，其實係成個房地產行業嘅縮影。舊年80%嘅房企都係蝕本，行業整體淨利潤率負8.31%。好多房企因為高價攞地，而家唯有割肉賣樓。譬如北京崔國莊嘅龍悅合璽項目，樓面價64,600每平方米，家下賣66,400，每平方米只賺1800蚊，都唔夠俾銀行嘅利息。房企嘅日子越嚟越難捱，資金壓力巨大。更加可怕嘅係，房地產行業嘅寒冬仲未結束。今年全國將全面推行現房銷售，呢個意味住房企嘅資金壓力將會更大。
未來只有嗰啲喺核心城市有優質項目、產品力強嘅房企先至可以生存落去，而中小房企只能夠被淘汰。中海南京降價事件掀開咗房地產行業最後一塊遮醜布。喺呢場價格戰當中冇贏家，發展商賺唔到錢，唔單止利潤大幅縮水，仲可能面臨品牌形象嘅受損。老業主大出血，資產大幅貶值，生活陷入困境。買樓人亦都陷入咗觀望，唔敢輕易出手，市場信心受到嚴重打擊。但係呢個或者係房地產行業回歸理性嘅開始。未來只有真正可以解決居住痛點、提升產品力嘅房企，先至可以喺市場當中生存落去。而對於買樓人嚟講，而家買樓唔單止要計經濟帳，更加要計風險帳。畢竟喺呢個黑天鵝頻飛嘅時代，保住本金比乜嘢都重要。房地產市場就喺度經歷一場深刻嘅變革，無論係發展商定係買樓人，都需要重新審視市場，做出更加理性嘅決策。今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不見不散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點個讚、關注、訂閱支持我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